女聲母校亂炒股，捲入直資混帳，被審計署指帳目混亂，重點調查嘅4間直資學校全部曝光。嘟嘟鄭月玲同楊采妮嘅母校德望學校涉嫌挪用啲錢炒股買基金，市值高達7100萬，仲豪使4萬幾蚊起狗屋同搞交流團，通通入晒政府數。學校仲涉嫌亂批招標，同違例借25萬俾持股嘅公司，到6月都仲有20萬未還。而馬鞍山德信中學就涉嫌開員工晚宴要公帑找數，同未經公開程序請校長，仲同供應飯盒嘅營辦商簽合約，07年起每年要向學校捐52000蚊。大埔三育中學亦喺3年間收受飯盒同校服供應商總共52000蚊嘅捐款，學校聲明話捐款係用嚟做教學用途，唔關商業決定事。而最早被踢爆混帳嘅真道書院，尋晚開家長會交代事件。家校會主席話支持學校買3個物業，又話收集咗唔少家長簽名撐學校。審計署報告出爐，但係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一直拒絕公開直資學校名單，仲推搪話負責聆訊嘅立法會帳目委員會先至有權披露。帳委會最終要去信教育局，先至喺尋日收到2份報告，包括詳列60幾間有問題直資學校嘅名單。星期一公開聆訊之前唔會公開住，極有可能會傳召孫明揚解話。